主后2026年3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耶稣的目屎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11章第1节到44节。现代第二版圣经。约翰福音第11章。有一个人叫做纳撒路破病，住伫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甲伊儿子马大住的庄舍。这个玛利亚捌用香油抹主，佮用头毛拭伊的骹。伊的小弟纳撒路破病。这两个姊妹找人去见耶稣，讲：主啊，你所疼的人得破病。耶稣听着就讲：这个病袂治到死，是要显明上帝的荣光，通互上帝的囝对这项代志得到荣光。耶稣真疼马大甲伊的小妹以及纳撒路。伊听到纳撒路破病，继续伫迄所在住2日。后来，伊甲门徒讲：咱搁来去犹太。门徒应讲：rab比，犹太人拄仔才伫找机会，要用石头甲你钉，你减要搁去遐？耶稣讲：日时减毋是有12点钟，人若伫日时行，就袂跋倒，因为有看见即世界的光。人若伫暗时行，会跋倒，因为伊无光。耶稣讲这个话了，搁甲因讲：咱的朋友纳撒路困去啦，我要来去甲伊叫醒。门徒讲：主啊，伊若是困去，就会好起来。耶稣是讲纳撒路已经死去，毋过因想做伊真正得困，所以耶稣明明甲因讲：纳撒路死去啦。为着要互恁信我，我无伫遐颠倒好，呾咱来去伊遐。迄个叫做上生仔的多马甲门徒伴讲：咱嘛来去甲伊做伙死。耶稣到伯大尼的时，才知纳撒路已经葬伫墓内4日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差不多3公里。有真侪犹太人因为马大甲玛利亚小弟的代志来安慰因。马大听到耶稣到位，就出去甲伊迎接。玛利亚悠然坐伫厝内。马大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若有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。甚至现在，我知你无论对上帝求什么，伊拢会互你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的小弟会搁活起来。马大应讲：我知伫末日搁活的时，伊会搁活。耶稣甲伊讲：我是搁活，是活命。信我的人虽然死，还佫会活。所有现在得活来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。你有信无？马大应讲：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迄位得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。马大讲这个话了后，就转去，叫伊的小妹玛利亚来，私下甲伊讲：老师来啦，伊得叫你。玛利亚一个听着，赶紧起来去耶稣遐。迄时耶稣还未到庄内，还伫马大去迎接伊的所在。伫厝内伫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，看到玛利亚赶紧爬起来，搁走出去，就缀伊去，想讲伊要去墓遐哭。玛利亚到耶稣遐，看到伊就趴落去伊的骹前，对伊讲：
主啊，你若有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。耶稣看到伊得哭，搁看到伊甲伊做伙来遐犹太人嘛得哭，心真悲伤激动，问因讲：恁甲伊葬伫倒位？因应讲：主啊，来去看。耶稣流目屎。犹太人讲：你看伊遐尼疼伊。因中间有一寡人讲：伊捌互失明的人画看见，减袂当互这个人无死。耶稣又搁真悲伤，来到墓遐，迄个墓是一个洞穴，有一个石塌底。耶稣命令讲：甲迄块石刷开。死去迄个人的阿姊马大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伊死4日啦，已经臭啊。耶稣甲伊讲：我竟无甲你讲，你若信，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因就将迄块石刷开。耶稣额目向天讲：爸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有听我的祈祷。我知你不时拢有在听我的祈祷，毋过我安尼讲是为着徛伫周围的群众，通互因信你有找我。讲煞，耶稣大声喝，纳撒路出来。迄个死去的人就出来，伊的骹手扎布，面用棍仔包地。耶稣甲因讲，甲伊透开，互伊行。耶稣的目屎。今仔日咱读到圣经中上帝却互人深刻印象的经文，耶稣流目屎。简单几个字，却丰富表达耶稣的疼甲怜悯。耶稣的目屎毋单单是对纳撒路之死的哀伤，也是甲悲伤者做伙哀哭的真挚情感。当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，哭着讲：主啊，你若有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。耶稣看见也感受伊的悲痛，然后耶稣流目屎。这毋是因为耶稣无能为力，是伊体会人伫面对死亡的时的无助甲绝望。耶稣的目屎是伊对人苦难的回应，也是伊对人的痛苦感同身受。这互咱知影，家己毋是孤单流目屎，承担苦难，因为耶稣看见也知影咱的苦楚。耶稣毋单单安慰因的悲伤，而且改变因的性命。借着纳撒路的死搁活，所有人拢见证上帝的大能。台湾教会公报捌刊载日本宣教师井上义之助的故事。井上义之助的老爸井上美智助离开故乡日本，来台湾从事提炼樟脑油的工作。1906年遭受原住民杀害。当时井上义之助还是16年的学生，拄咧参加替修会的伊，得伫噩耗的时，大声喊：我要替武士刀扑死番社内的每一个人。讲这个话，惊到在场所有人。老师对伊讲：我知影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上帝会当了解你的苦楚，因为伊也捌失去家己的囝儿。老师的话安慰着井上义之助的心，互伊知影上帝同感伊的悲痛，互伊渐渐对悲伤甲受困的枷锁中
挣脱出来。有一日，正常医治组突然明白要安怎为老爸报仇。我要用上帝福音改变台湾的原住民，互因放弃取人性命的恶习，也互因知影，搁愿意接受上帝的疼。正常医治组后来攻读医学，获得医师许可证，向日本政府申请来台湾。1911年到新竹山区行医，也常常行路到偏远部落，为原住民提供医疗。1966年，正常医治组别逝，伊的墓碑顶面刻有台语的俗语 "Dominus Udus"， 意思是上帝在编织，见证上帝伫伊一生的作为，以及伊对台湾原住民的深厚情感。耶稣的目屎，互咱知影，上帝无对咱的痛苦有看见，搁当作毋知。希伯来书第4章15节甲咱讲，咱这位大祭司，毋是袂体贴咱的软弱，伊伫各方面拢亲像咱有受试探，不过无犯罪。大祭司就是耶稣，伊实在经历身为人的软弱。耶稣的目屎安慰咱的忧伤，伊甚至为咱的罪流血，互咱得到新的性命。当咱流目屎时，咱袂孤单，因为耶稣也为咱流目屎。默想，伫悲伤甲痛苦中，我愿意找求帮赞无？有啥通安慰我无？伫悲伤甲痛苦中，我愿意找求帮赞无？有啥通安慰我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目屎安慰我，互我知影你甲我同在。我毋是孤单流目屎，毋是独自承担苦难，因为你带领我，愿意为我流目屎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